而家人工養殖技術已經好成熟，好似大黃魚、多寶魚、石斑呢啲以前好矜貴嘅海鮮，已經可以大規模養殖。不過，就算人類嘅養殖技術再先進都好，依然有一啲海魚憑住佢哋倔強嘅天性，仲係守住喺純淨嘅野生世界。呢啲魚一係就養唔生，一係就養殖成本高到離譜，根本冇人願意去養。最近我揾咗一位喺海邊生活咗40幾年嘅老漁民傾偈，佢話俾我知，市面上有8種海魚，幾乎全部都係野生嘅，味道非常鮮甜。大家見到千祈唔好錯過。1. 牙帶魚。牙帶係中國人餐台上最常見嘅海魚之一，但你有冇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無論你去邊個街市，你永遠都見唔到生猛跳下跳下嘅牙帶。點解冇得人工養殖？首先係水壓問題。牙帶屬於深海圍游性魚類，平時住喺水深60米到100米左右嘅海域，有啲甚至住得仲深。嗰度嘅水壓非常大，牙帶嘅身體構造已經完全適應咗呢種高壓環境。當漁民將牙帶捕撈出海嗰陣，隨住水深變淺，外界壓力突然下降，牙帶體內嘅屎就會好似氣球咁突然膨脹，甚至爆裂。所以牙帶一上岸就會死。人類暫時好難模擬到呢種大範圍嘅壓力變化嚟做養殖。其次係應激反應，牙帶生性非常兇猛，而且性格好敏感、好燥底。佢哋需要好廣闊嘅海域嚟游動，嚟維持浮力。如果關喺細細個養殖池入邊，佢哋會因為極度不安而瘋狂撞牆，搞到受傷死掉。目前市面上嘅牙帶99%以上都係野生捕撈，雖然係冷凍或者冰鮮，但營養價值好高。富含 DHA 同不飽和脂肪酸。買牙帶唔好淨係睇大唔大條，要睇體表嗰層銀粉。銀粉完整閃閃發亮嘅代表保鮮做得好，如果銀粉大面積脫落色澤發暗，就代表擺咗太耐。另外撳下啲魚肉，如果肉質鬆散冇彈性，千祈唔好買。2. 鰓魚，呢種魚同樣係野生嘅代表。鮫魚係海洋上層嘅運動健將，游得極快。佢哋呢一種高速運動嘅習性係為咗維持肌肉結構同埋高效嘅新陳代謝。喺人工養殖環境下，好難提供到足夠大嘅水域俾佢哋衝刺。如果水域狹窄，鮫魚嘅生長速度會慢得好驚人，而且極容易因為缺氧或者撞擊而大量死亡。另外計經濟賬都唔划算。鮫魚只係食活口，例如細魚、細蝦，佢哋對人工合成嘅飼料基本上一啲興趣都冇。用活餌養魚成本高到嚇死人，最後養出嚟嘅魚可能比海入邊捕撈嘅仲要貴幾倍。生意人自然唔會做蝕本生意。鮫魚肉質堅實，骨好少，好適合攞嚟整魚蛋或者餃子餡。揀嗰陣睇下對眼，新鮮鮫魚對眼係清澈透明㗎，如果眼球凹陷或者充血發紅，就代表唔新鮮。同時，新鮮鮫魚嘅魚皮會有金屬光澤。三文倉魚。鯧魚有好多種，例如金裝、銀裝。大家要留意，市面上見到生猛游緊嘅通常係金裝，嗰種係可以大規模養殖嘅。而真正鮮甜、肉質好似絲綢咁嫩滑嘅銀裝，目前幾乎全部都係野生。銀裝被漁民稱為最難伺候嘅魚，佢哋膽仔好細，少少風吹草動或者燈光閃下，佢哋就會喺水入邊搏命亂撞。呢種自殺式掙扎會搞到魚鱗大量脫落。鯧魚嘅鱗片好細，一旦脫落，皮膚就失去咗保護層，好容易感染細菌死亡。再者，銀倉對水質要求高到有潔癖，喺養殖場嗰種高密度環境下，水入邊嘅氨氮只要少少超標，佢哋就會成片咁死俾你睇。雖然科研機構一直試緊人工繁育，但暫時仲未可以做到低成本嘅大規模商業化養殖。銀倉嘅營養價值比金倉高，價錢都貴啲。小於井號0，生井號大於。揀魚心得，銀倉新唔新鮮，要睇體表嘅黏液同魚仔。魚需要係鮮紅色，體表有一層透明嘅黏液，而且冇異味，先至係好嘢。如果魚身發黃呢，代表油脂已經氧化，味道會發苦。4. 黃花仔。黃花仔主要係經濟效益問題。黃花仔雖然名氣大，但佢生得慢，個頭又細。如果要人工養殖，由魚苗到賣得，投入嘅成本可能比市場售價仲要高。既然海入邊嘅野生資源仲算豐富，捕撈成本又低，大家就冇動力去搞人工養殖啦。此外，黃花仔對底層嘅沙泥環境有依賴，人工模擬呢種底層生態系統難度大，成本高。
黃花仔啲肉係一塊塊嘅蒜瓣肉，非常適合煎炸。市面上有啲無良商販會幫唔新鮮嘅黃花仔掩飾，扮到金燦燦咁。買嗰陣咧，可以用濕紙巾抹下魚身，如果紙巾變黃咧，就可能係掩飾魚。正常嘅野生黃花仔黃色係比較自然嘅。秋刀魚，秋刀魚喺日式料理同燒烤檔好受歡迎，佢亦係一種純野生嘅海魚。秋刀魚有個好獨特嘅生理構造，佢係冇胃嘅。呢個代表佢食入去嘅嘢好快就會排翻出嚟，所以佢一定要不停咁食嘢。喺人工環境下，要維持呢種高頻率嘅餵食係好困難嘅。而且秋刀魚嘅皮膚非常嬌嫩，只要掂到魚網或者池邊就會受傷。呢種魚一離開水就極容易產生應激反應，短時間內就會死。加上秋刀魚屬於遠洋圍游魚類，目前捕撈量好大，價錢相對平，人工養殖完全冇競爭優勢。秋刀魚富含 Omega-3 脂肪酸，對心血管好有益。揀嗰陣睇下個魚嘴，魚嘴尖端帶少少黃色嘅，通常比較肥美。另外魚身要挺拔，拎住魚頭嗰陣魚尾唔會垂低落嚟嘅，就代表夠晒新鮮。6. 剝皮魚，剝皮魚學名叫馬面河，因為佢嗰層皮好似沙子咁厚同硬，食之前一定要剝咗佢，所以先至叫呢個名。剝皮魚住喺深海冷水域，生長速度好慢。對於養殖業嚟講，生長週期越長，風險就越大，回本就越慢。目前野生剝皮魚資源雖然比以前少咗，但因為呢種魚喺高端市場嘅認受性普通，價錢上唔到去，所以基本上冇企業願意投放巨資去研究深海養殖技術。剝皮魚其實好好食，只有一條主骨，肉質好似雞肉咁實淨，好有彈性。既然叫剝皮魚，買嗰陣通常已經剝咗皮或者係冰凍嘅，要揀嗰啲肉色潔白冇紅斑嘅。如果有明顯嘅腥臭味，代表雪得太耐，肉質已經變乾晒。7. 沙甸魚，沙甸魚通常被整成罐頭，但係新鮮沙甸魚煎嚟食味道仲鮮。沙甸魚係典型嘅集群魚類，佢哋喺海入邊係成千上萬條一齊行動嘅，呢種大規模集群嘅習性喺養殖場好難模擬。更重要嘅係，沙甸魚繁殖能力極強，係大海入邊數量最龐大嘅種群之一，捕撈好容易，量大又平。喺呢種情況下去搞養殖，簡直係多此一舉，完全唔符合商業邏輯。沙甸魚個頭細，極容易腐爛。新鮮嘅沙甸魚身體應該係銀閃閃，魚肚唔會破裂。如果發現魚肚已經裂開咗，代表腸胃入邊嘅消化酶已經開始分解魚肉，呢種魚就唔新鮮啦。8. 狗肚魚，呢種魚全身幾乎都係水，肉質嫩到好似豆腐咁，甚至連骨都係軟嘅。佢最大嘅特點係產量極大，價錢極平。喺好多漁港，狗肚魚平到幾蚊雞一斤。由於佢生命週期短，繁殖快，海入邊嘅資源攞之不盡。面對咁平嘅市場價格，人工養殖完全冇生存空間。邊個會使大錢去養一種幾蚊一斤，而且冇乜高端需求嘅魚呢？狗肚魚適合炸或者煲湯，口感好滑。狗肚魚因為含水量高，變質得非常之快。新鮮嘅狗肚魚應該係半透明嘅，肉質飽滿。如果睇落發白發黏，甚至肉質開始化水，就千祈唔好買。聽完呢8種野生魚嘅介紹，大家可能都發現咗，野生海魚雖然好，但因為多數係遠洋捕撈，新鮮度係關鍵。老漁民最後總結咗幾句實用嘅口訣，教大家點樣喺超市揀到好魚。睇魚鰓，無論啲冰幾厚，只要魚鰓係鮮紅色嘅，呢條魚就唔會衰得去邊啦。發黑發紫嘅，即刻行開。摸魚肉，冰鮮魚一定要親手撳下，可以即刻彈翻起嘅，代表組織完整。撳落去有個坑起唔翻嚟嘅，代表已經反覆解凍過，肉質已經爛晒。睇對眼，對眼要凸要靈，嗰種眼球凹陷，好似蒙咗層白霧咁嘅，都係僵屍魚。聞氣味，正常海魚只有一陣淡淡嘅海水味，如果有氨水味、尿味、臭味或者好重嘅香料味，一定要提高警覺。呢啲野生海魚係大海送俾我哋嘅禮物，營養好，味道正。買翻屋企之後，如果唔係即刻食，一定要盡快用密封袋裝好，放落冰格，防止水分流失同埋氧化。希望呢篇文章可以幫你認清呢啲硬淨嘅野生海魚。下次去街市見到呢8種魚，只要新鮮就可以放心買俾屋企人食啦。